来看台东县的太平溪哦，风台过了，溪水杀断流，有真侪鱼啊，因为欠缺上诉冰度。台东县的水利科是表示讲，因为太平溪是吸收卑南圳的灌溉袂水哦，即嘛因为灌溉的水准无水了，所以才会断流。 风台大雨过了后，台东市太平溪突然断流，桥下一个水窟仔出现大批死鱼，溪床也阁有被护倒走的鱼，死伫枯壳的溪床。为了太平溪阁开始出现水头中游欠水、水尾存少量水的情况，关府水利科表示，台东县溪流关系落差大，大雨过了后，水势随流入海底，佮加上卑南圳灌溉水也因为风台过了后无水，才会形成太平溪断流。平常的水都是来自于卑南溪的灌溉尾水。那这次台风过后，其实那个卑南郡的进水有受到影响。即马水尾溪水的情况，只剩部分的水窟仔，相关的鱼群拢溪伫水窟仔内。生态工作者表示，这款的溪流欠庇护空间，鱼群真紧就去互鸟仔食去，应该爱检讨安怎维持太平溪有水的生态环境。 比救援更重要的是，大家可能要跨机关合作去营造它的栖地啊，或者是去维持这个地方的长流水，这些鱼虾蟹至少有个紧急避难所可以躲藏。关府水利科表示，已经甲农水署台东管理处联络，过2天，卑南圳临时引水土地修复，都会有水流入太平溪，断流的情形就会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